美國科技巨頭亞馬遜喺週一突然甩出一記王炸，推出咗一款能夠執行網頁瀏覽器操作嘅 AI 智能體 Nova， 同時仲搞咗個 Nova SDK 工具包，專門俾開發者用嚟構建智能體原型。亞馬遜呢一出手，瞬間就加入咗 OpenAI、谷歌、Anthropic 以及 Manus AI 等公司嘅智能體賽道混戰。講起嚟，呢個 Nova 同其他競品功能差唔多。簡單嚟講，就係能夠俾 AI 代理用戶去進行基本嘅上網操作，好似點個外賣、餐廳訂個位咁嘅，就等於俾你請咗個虛擬小助手。而且亞馬遜仲放話啦，話 Nova 喺多項基準測試入面表現比 OpenAI 同 Anthropic 嘅競品都強。喺主要衡量 AI 代理同屏幕文本交互能力嘅 ScreenSpot Web Test 測試入面 ，Nova 得分高達 94%，OpenAI 嘅Claude先得 88%，Anthropic 嘅 Claude 3.7 Sonnet 都淨係得 90%。不過我哋要知 AI 智能體依家仲屬於發展初期，呢啲跑分成績就好似遊戲入面嘅戰鬥力數值一樣，只可以當個參考，唔可以全信。而且亞馬遜都冇公布 Nova 喺更常見嘅 WebRidger 測試入面嘅成績，但對亞馬遜呢個電商巨頭嚟講，踏入智能體賽道本身意義就非凡。畢竟全球有好幾億用戶㗎啦，呢個市場潛力巨大。之前測試 OpenAI、谷歌嘅產品嗰陣，嗰啲嘥智能體問題唔少，反應慢，唔可以長時間獨立做嘢，仲成日犯低級錯誤，體驗感好差。其實亞馬遜喺 AI 賽道嘅起跑都幾遲嘅，去年6月先同 AI 初創公司 Deb 達成協議，獲得技術授權。Deb 聯合創始人前 OpenAI 工程副總裁 David Lewin 帶住團隊加盟。去年12月，亞馬遜宣布成立舊金山阿基研發實驗室，由 David Lewin 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嘅 Peter 阿彪教授共同領導，仲發佈咗 Nova 系列大模型，正式開啟 AI 競爭之路。今次推出嘅 Nova 就係呢個實驗室首個公開亮相嘅產品。有人問 David Lewin， 阿基實驗室點解要做 AI 智能體呢？佢表示，智能體係創建超級智能系統嘅關鍵一步。佢將阿基定義為能夠協助完成人類喺計算機上所有操作嘅 AI 系統。佢仲話，舊金山團隊設計嘅 Nova SDK 就係為咗能夠可靠地處理簡單簡短嘅任務，並且俾開發者提供工具，等佢哋能夠明確咩時候需要人工介入智能體嘅工作流程，從而打造出更可靠嘅智能體應用。未來呢個 Nova 到底可唔可以真香？等我哋拭目以待。